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，睇豆子好運不停止啊！繼續今日嚟4集，碰咗個白銅先，墳牌有隻鬼，還算 OK。碰6索 OK， 其實嗰時候有啲想打2索嘅，好彩冇打，即刻叫14銅同埋14索。碰得啱啱好啊！扯個自摸牌畀我。最近喺小遊戲練手，發現自己手氣變得更加好啦。想同豆豆子玩同款嘅，點擊左下角無需下載，即點即玩。4索係鬼墳牌，我覺得靚。邊7銅嚟埋啦！依家入隻叫糊，摸到隻6銅9結啊！差唔差？唔識打就手摸手打啦，我都係咁嘅。OK， 摸到鬼咁咪叫糊啦，唔使糾結啦。哇！我隻自摸牌碰走咗，好彩呢隻都係自摸牌，唔好辜負到我嘅麻雀。OK， 睇第3盤1萬係鬼，哇！呢份牌靚啊，好整齊啊！邊7銅都嚟埋，依家碰過入個叫糊，唔好再嚟番子啦，叫糊先嚟啦。一直唔入，我留下啲第2啲牌先。真係叫唔起糊喎。起手咁靚就入咗1隻牌，終於叫糊啦！4、7銅，唔係叫14銅就係4、7銅啊！好旺呢2隻牌，暗光都唔爆，有個保底啦，唔理佢。
OK，都係摩4同字麼？開碼，加碼5個唔錯。最後一盤3索係鬼，其實都好旺3索，每一鋪都有3索。不過啲牌好難啊，想做13U，因為有2隻鬼仲差4隻牌，試一試。我發現佢要黐張，咁我就覺得唔好嘥咗2隻鬼啦，慢慢退。碰埋北風先。哇！呢份牌咁樣入嘅話，好快叫糊啦，一下子靚過啱先啊！哎呀，唔打1萬叫糊，真係叫唔起糊喎。摸到3同順利叫糊，對碰加25萬。哇！即叫即食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